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3月17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天眼查法律诉讼信息显示3月14号，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新增17条被执行人信息，执行标的合计167亿余元，涉及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承揽合同纠纷等。天眼风险信息显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现存600余条被执行人信息，被执行总金额超过722亿元。该公司还存在多条限制消费令、失信被执行人以及中本案件信息这个恒大地产已经凉透了。这个有网友把恒大和乌克兰做了个对比，也就是泽连斯基和许老板说这个乌克兰泽连斯基辛辛苦苦打了3年多的仗，才花美国800亿美金，欧洲1300多亿欧，也就是折合成人民币1.58万亿。这打了3年花这么多钱，但是这个许老板一个恒大就欠2.7万亿。如果你运气好，每天就是你要中这个500万的大奖，有人算了你得每天都中，要连续中1500年，你才能有2.7万亿当然这个是调侃的也说明这个恒大暴雷给咱们的这个经济上的伤害肯定是不小。这2.7万亿到底谁来买单？这不可能没人买单谁来摊这个2.7万亿？你要算到人均应该是每个人2000块吧，就是全国老百姓一人2000块，差不多把恒大这个窟窿就补上了。也不是窟窿就是他的负债现在人均要2000块。这个国家统计局公布了1到2月份全国房地产开发这个投资情况财联社3月17日电，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到2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10720亿元，同比下降 9.8%， 增幅比上年全年收窄 0.8个百分点。也就是房地产的投资还是继续低迷其中住宅投资8056亿元，下降 9.2%， 降幅收窄 1.3个百分点。1到2月份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10746平米，同比下降 5.1%， 降幅比上年全年收窄 7.8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面积下降 3.4%， 降幅收窄 10.7个百分点。新建商品房销售额10259亿元，下降 2.6%， 降幅收窄 14.5个百分点。其中住宅销售额下降 0.4%， 降幅收窄 17.2个百分点。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9891万平米，同比增长 5.1%， 其中住宅待售面积增长 6.6%。 不知道大家对这个数是什么感觉也就是1到2月份呢，咱们这个房地产开发投资还是下降 10% 左右。1到2月份新建商品房还是下降，同比销售是下降，面积下降，销售额也是在下降，但是它的待售面积增长 5%， 也就是库存还多了。这不是天天宣传止跌回稳了吗？楼市不是暴涨吗？怎么统计局出来这数好像对不上呢？对吧？这个2月末商品房待售面积79891万平米，同比增长 5.1%， 比去年还多。无论是新房销售面积还是销售额，同比都在下降。还是统计局的数字这个专家称2月房价数据显示2、3线城市有不同程度房价调整压力。这些专家说的比较委婉，也就2、3线城市还有不同程度的房价下降这种可能，调整压力2、3线城市房价还要下降，这可是专家说的这个是中国国家统计局17日发布数据显示，2月份从环比看，70个大中城市中，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稳中略降，总体房价是在下降的所以不要被那些中介媒体一天到晚的日光盘房价暴涨被忽悠了，对吧？这是统计局给的数字70个大中城市，无论是就是什么县的城市1线、2线、3线，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总体是略降，但是同比看呢，各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是收窄，也就是降幅没有以前那么快了。这个我想也能理解上海易居房地产研究院的副院长严跃进认为说，去年4季度一系列推动楼市止跌回稳的措施出台，房地产交易回升，进而推动房价指数同比持续改善。2月份是传统楼市淡季，加之受到春节因素影响，楼市表现相对偏弱。这不是小阳春提前吗？媒体宣传呢，怎么又变成淡季了呢？说淡
3月仅一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微升，2线和3线城市新房价格环比持平或下跌。然后1、2、3线城市二手房价环比均下跌，也就是2月份无论你是1线城市还是2线城市还是3线城市，你的二手房价格比1月份都在下降。58安居客研究院院长张波指出，目前房地产市场正处于政策持续发力、市场信心逐步修复的关键时期。2月份房价数据显示，1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有一定的支撑，二手房市场的波动并不会改变1线楼市整体持续复苏的趋势，但2、3线城市面临不同程度的房价调整压力，市场分化持续存在，后续市场走向仍需关注政策进一步落实效果、宏观经济环境变化以及消费者信心恢复情况多方面因素。这个是专家说1线城市北上广深这个新建商品住宅价格有一定的支撑，但是2、3线城市这个新房价格还要下跌这就是专家的意见，大家自己参考吧。实际上1线城市房价为什么能够支撑，我在以前节目也说了，对吧？你看上海卖的日光盘都是20万1平米的，这些房子成交的多，其他的房子成交的少，就相当于马云人家收入增长了1倍，结果你跟他一平均，好，你收入也涨了，实际上你都被裁掉了，对不对？都没工资了，结果把你跟他一平均，你今年收入还涨了，你说这找谁说理去？还有一个现在的新房很多都是新产品，它的品质确实比以前房子要好，就是从这个得房率来看很多房子他们现在叫4代建筑，有大露台，那个大露台它不是阳台，还是大露台，有的有30平米，是白送给你的。那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露台它又不算那个房子面积，是不是白送？那你说它房价稍微高一点很正常，对吧？显得房价涨了，实际上没有对吧？你这个时候房价涨，关键谁买得起呢？毕竟你大部分房子盖了还是要卖给普通老百姓的，不全是给富豪盖房子。我在去年这个9月份国家出台政策之后我就说了，北京上海的刚需房就比较难办一点，比较受煎熬买还是不买，对吧？其他地方的韭菜你完全就可以等今天专家也说了2、3线城市那房子还是要下降的，有调整压力说的比较委婉。当然了，也有专家有不同的意见。这个中国经营报看到一篇文章说，超70%房地产开发与中介人员预期房价平稳或上涨。你看这就是这中介还有媒体总是渲染这房价在涨，制造焦虑开发商说房价涨，那能理解他是老王卖瓜自卖自夸，对吧？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他这文章说什么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方面，1线城市同比降幅较上月收窄0.4个百分点，2线、3线城市分别收窄0.3和0.1个百分点。二手住宅销售价格方面，1线城市同比降幅较上月收窄0.7个百分点，2线、3线城市降幅均收窄0.2个百分点。说市场预期持续稳定。国家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月份70个大中城市部分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中，预期未来半年新建商品住宅价格保持稳定或上涨的受访人员比例达到了 71.8%， 比上月提升2.8个百分点，市场整体预期稳定。实际上我们老是说这个房价涨跌也没什么意思，我一直强调买房是你个人的事情，有很多人就容忍不了你说房价要跌，这个是什么个心态不太清楚也可能他刚买了房子，你要说房价跌呢，他恐怕就要这个暴雷。实际上就是房价涨跌，只要你把心态搞好，对吧？你是奔着消费去的，你根本就不在乎它涨跌，你有钱，对吧？你又需要房子，那你买一套怎么了？就是跌你也不在乎，涨，对吧？你也高兴几天，涨了因为你也不会卖嘛，因为你就那么一套房，你还不得住吗？所以说心里是痛快一点，跌了就心里不舒服一点，也就那么2天，忘了就好了，反正就那么一套房，反正你是消费。只有什么样的人比较担心的患得患失呢？就实际上他买房他钱不够，他要加杠杆，对吧？他七大姑八大姨借首付，完了自己每个月工资的80%用来还按揭贷款，这种稍微出现一些变动，它就是悲剧倾家荡产，这种悲剧太多了。我们只是不希望看到，对吧？这样的悲剧。所以说买房要慎重，是跟你个人有关系，不能被中介忽悠了人家一说房价要涨，马上就着急忙慌的借钱，然后冲进去。实际上这个房价还会不会涨？这房地产现在这个情况到底就是到哪一步了？咱们通过银行它的坏账也能叫管中窥豹，可见一斑呢。平安银行大家知道吧？
最近平安银行公布了它的财报，它的房地产不良率升至1.79%，创10年新高啊！就是房贷的不良率啊，你不要看这个1.79%好像不多啊，但是你要知道它是创10年新高，我们要看它趋势。这个1.79%是经过修饰的，是经过精修，也就是都扛不住，都盖不住了，对吧？你看它趋势就知道，它的房地产不良率升到10年新高。近日，作为全国知名股份制银行平安银行对外公布2024年财报，除了业绩双降之外，资产质量仍备受关注。2024年，平安银行实现总营收1466亿元，同比下降10.9%，规模净利润445亿元，同比下降4.19%。值得注意的是，截至2024年底，平安银行房地产不良率较上年底的0.86%上升了0.93个百分点，就是不良率增长了1倍还多。2022年年底是1.43%，2021年是0.22%，2020年是0.21%，2019年是1.18%，2018年是1.56%。也就是说平安银行房地产不良率从2018年是一个小高峰，此后回落，到2022年开始迅速反弹，2024年达到10年新高。银行的房地产贷款的不良率飙升，我想其他银行会好多少呢？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叫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的事情，这些银行不知道为什么出于什么目的在粉饰，在修饰。因为你想是不是现在断供的在增加，法拍房在增加，很多韭菜那房子一跌30%、40%，那韭菜他失业了，那房子按揭贷款还不上，这个现象是在增加的，越来越多。开发商暴雷的也越来越多，开发商借了银行的钱还不了，只能把地给他，但是银行也不能随便处置那个地，因为涉及到保交楼，非常复杂。所以按理来说，银行的这个房地产的坏账应该是早就浮出水面，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它就是显得好像没事。恒大2.7万亿，有多少是银行的呢？难道不受影响吗？所以说银行的这个坏账，房地产的坏账，你今年能掩饰，明年还能掩饰吗？后年还能掩饰吗？丑媳妇总要见公婆，总有一天你要公之于众就是掩盖不了了，纸包不住火我们再看一个视频这个是最近在风口浪尖上的这个李嘉诚，对吧？他的长实集团因为把港口要卖给美国的贝莱德，所以遭到各方的劫难。这个李嘉诚的儿子李泽钜他回复我只尊重市場規律。大家看視頻歷史話俾我哋知，邊個到香港長期差都錯。如果香港有好嘅投資機會，我哋會好容易用我哋嘅國際資產嚟籌集資金翻嚟香港。簡單嚟講，因為我哋有國際資產，所以當香港或者內地有比較龐大嘅投資機會嘅時候，我哋可以有能力隨時動用大量嘅資金翻嚟進行投資。我覺得人家說的沒有錯尊重市場規律，為自己的投資負責，對吧？我準備了大量的現金，你哪兒資產好我就去哪兒投資，對吧？香港的資產好，他馬上到香港，他馬上到內地。不知道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攻擊他們這個李嘉誠不賺最後一個銅板，展現的淋漓盡致，對吧？10年前他撤出大陸市場，就認為這個房地產不行，對吧？人家是提前走，你等到這個暴雷的時候再走，你走不了，夾住了。港口也一樣，現在港口現在航運業務恐怕利潤越來越薄，這個時候有貝萊德願意接盤，對吧？賣給貝萊德，然後人家叫金蟬脫殼，這本來是一筆不錯的生意。10幾年前李嘉誠撤出內地的時候，我看到很多媒體報道，大家恐怕記憶猶新別讓李嘉誠跑了，有的還說讓他跑，讓他後悔吧。現在回頭看看後悔的是誰如果當時大家頭腦清醒一點，不要那麼瘋狂，反省一下，說不定房地產沒有現在這麼慘。那時候這個李超人人家從房地產是撤出，結果恒大、碧桂園這些他是叫逆風飛逆勢加倉如果那個時候他們也學李嘉誠，減少房地產的投資，主動的把槓桿減下來，說不定房地產沒有現在這麼慘。所以我覺得現在中國的這些企業家應該學一學李嘉誠規避風險的能力，這不僅是為自己的財產負責，也是為行業負責。這個咱們現在造船業非常厲害，非常發達但是你看這個李超人判斷全球的航運恐怕也要下降，那你這個現在你在造船業這兒你在大量的投資擴產能，這個是不是就很危險就像10年前的房地產一樣，對吧？我覺得是
李超人的这些动作应该引起大家的这个叫警惕，要去研究，会影响哪些行业？那在那些行业里面就不能过度投资啊。但是我们是被情绪带动的，除了骂就是骂。如果给许老板、给这个碧桂园、给这个什么万达的王老板一个机会，回到10年前，他一定会学这个李嘉诚、李超人的，对吧？他是降杠杆。最后我们再看一篇文章啊，叫谁在买10万一平的越南豪宅，涌入东南亚的中国老板带飞房价。他的文章这么说的，他说2025年还能去东南亚开厂吗？伴随着新一轮美国关税政策的调整，这个问题又一次悬在了不少商家的头顶。当和6年前掀起的第一次东南亚考察潮相比，这一次前往泰国和越南谋求未来的工厂老板们很多都铩羽而归。去年就去了一波，但真正决定落地建厂的少，大家都变得更谨慎了。过去几年，越南是东南亚地区工业发展最成熟的国家，它和泰国一起成为中国老板们海外建厂的首选。但伴随着越来越多玩家的涌入，在海外开厂的成本水涨船高。他说现在已经不是去越南的最佳时机了。在化工行业从业10余年的陈小姐告诉记者说自己对接的不少客户、工厂老板都开始观望起印尼的机会，人力成本会低得多。而在泰国投资2000万建设近50亩厂房的李先生则透露，近期来泰国考察自家工厂的同行增多，每周都会来2-3批，但靠近港口的好地段已经基本被瓜分完了。他这个文章说房价飙到10万一平，在胡志明的投资客开始谨慎，说工业带动社会发展，涌入东南亚的除了工厂老板，还有寻求投资机会的炒房团。陈小姐在化工行业从业10余年，接触的客户不少都在东南亚建厂，但和工厂老板寻求劳动力不同。去年12月，陈小姐前往越南胡志明市，看中的是越南当地的消费市场。越南整体社会氛围非常年轻化，这里的年轻人非常活跃，也愿意消费。越南在2023年底突破1亿人口，成为东南亚第3个、世界上第15个人口过亿的国家，且以年轻人为主力。2023年，越南15岁以下的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5%，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则约占5.5%，就是相当年轻化。过去几年快速发展的社会和膨胀的消费市场，带动不少房产投资客涌入越南当地。尤其是2015年，越南对住房法进行修改，放宽了外国人在越南的购房条件，越南楼市因此不断狂飙。按照越南地产服务公司统计，2018年通过该公司在越南购房客户中，外国买家占到了72%，在外国买家中，中国与韩国占比分别是45%和22%，主要是中国和韩国客人。说，但到了2025年，越南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我的心理预期。陈小姐介绍她说胡志明市很像上海，有一条河分成2边，左边是老城区，右边是新的 CBD， 最贵的房价就是在新的 CBD 这个区域，这里新房价格年年水涨船高，已经从2018年的4万元一平，2021年的6万元一平，2023年的8万元一平，涨到今年最好的地段已经要10万元一平了。你看看这房价也是发着涨除了高昂的价格外，让陈小姐有所顾虑的还有租售比和产权问题。现在租售比普遍在3%到4%，但越南很多房子还是租给外国人，本地人是负担不起当下这个租金的。这就意味着如果外国人减少，本地人很难接盘。更值得关注的是，在越南，外国人只能买公寓，不能买带土地的别墅，且产权只有50年，每一个开盘又限制只有30%的房子可以卖给外国人。说有意思的是，李先生也告诉记者，计划未来在泰国投资建酒店。当然对我们来说主要还是在泰国建厂后，为了自己居住方便，因为泰国也不允许我们拥有私人土地，再加上我们计算过，像25到28平米的房间，在泰国一个月大概能租到3000到4000元人民币租金也不低。我们打算建100多间，租出去并不困难。从工业出海、科技出海到去年以来持续的消费出海，曾被视为世界工厂的东南亚正从供给端走向消费端。说蜜雪冰城自2018年出海，现在已经是东南亚最大规模的现制茶饮品牌。截至去年9月30日，有4762家蜜雪冰城位于东南亚。新的故事在东南亚延续，工厂老板、炒房客在这里汇聚，他们共同见证一个新兴社会的崛起和成长。但伴随着信息
息差的抹平，行业生态被早来的工厂占据，地价房价不断攀升，成本高企之下，过去来东南亚靠低成本房产升值淘金的剧本也越来越难上演。消费品牌加速布局，让东南亚从世界工厂变成黑马市场，但月薪几千元的越南年轻人比中国北上广白领们更舍得花钱。全新的定位下，把奶茶、潮玩、新能源车等消费品卖给东南亚原住民，或许才是继炒房、炒地之后另一个逐渐清晰起来的趋势。也就是说，现在跑到越南胡志明去炒房子已经晚了，他那个房子贵啊，也只能靠外国人接盘。一旦外国人撤离越南，那这房价他肯定是顶不住的，还要降。现在越南的机会在消费，越南人虽然工资不是很高，但是他们更愿意花钱。好，我们这期节目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